大家好，我係 Chloe，歡迎你收睇英國生活快報。今日係7月29號，星期三，一齊去了解今日英國最值得你知道嘅幾件事同天氣。皇家郵政狂加價36%，醫療信民新賬單受壓。Council Tax 恐大變天，家庭賬單隨時急升。火車司機冇廁所用，工會警告全國罷工。英格蘭教育大改革，14歲可揀技術路線。第4波熱浪殺到35度，乾旱加劇，山火一觸即發。物價真係殺停，電器、日用品恐再加價。英國大部分地區以乾燥、晴朗至間中多雲為主。英格蘭南部同東南部陽光最充足，北部、蘇格蘭同北愛爾蘭就有雲同驟雨，局部雨勢可能較大。全英日間大約15度至33度，夜晚約10度至17度。大部分地區風速每小時約5至20公里，屬微風至和緩。天氣炎熱，大家外出記得帶水、防曬同避免長時間暴曬。北部朋友就最好帶定雨具，出門前再睇最新預報。英國有一幅油畫，多次經歷大火，竟然仍然燒唔爛，佢就係哭泣男孩。究竟真係受到詛咒，定只係席捲全英國嘅集體恐慌？Emily 已經喺移民調查局追查真相。影片連結喺影片描述區和片尾，大家睇完記得幫忙訂閱 Emily 嘅移民調查局，支持一下佢，謝謝大家。跟住落嚟，即刻睇今日第一則新聞。皇家郵政狂加價36%，醫療信民新賬單受壓。皇家郵政今次加價，可能唔止影響大公司，連你收到嘅 NHS 醫療通知、銀行信件同民生賬單都可能受到牽連。英國衛報報道，皇家郵政宣布，由2026年10月5日起，大幅提高批發郵政服務收費，平均加幅達25%，部分服務更加價超過1/3。其中，重量100克或以下，使用經濟批量郵件服務寄出嘅信件，收費將上升36.1%。受影響嘅包括替大型機構處理郵件嘅 UK Mail、Whistle 同 City Post， 而佢哋嘅客戶就包括 NHS、銀行、稅務海關總署，以及寄出水電煤賬單同醫療預約通知嘅機構。有報道估計，NHS 喺2024年單是郵寄信件已經花費至少1億英鎊。假如整體成本增加25%，額外開支可能達到數以百萬英鎊計。皇家郵政解釋，加價係因為燃料、人工同營運成本持續上升，加上信件數量由2019至20年度嘅63億件，跌至目前大約42億件，但全英國需要派送嘅地址就增加至3200萬個。皇家郵政過去4年亦累計虧損接近8億英鎊。不過業界批評今次加幅前所未有，擔心大型機構最終會縮減紙本通知、轉嫁成本，甚至令依賴郵寄醫療信件嘅長者同唔熟悉電子服務人士受到最大影響。Council Tax 恐大變天，家庭賬單隨時急升。英國 Council Tax 制度可能即將面對一次重大改革，但究竟係減稅、加稅定重新估價，政府暫時仍然未有定案。根據 ITV 新聞報導，英國首相 Burnham 表示，政府未來需要就 Council Tax 作出一啲重大決定，並直指目前制度存在明顯不公平。Burnham 指出，大曼徹斯特部分居民居住嘅物業明明比倫敦細，
但每年繳交嘅 Council Tax 反而可能比倫敦大型住宅更加高。其中一個主要爭議就係英格蘭現時 Council Tax 嘅物業級別仍然按照1991年4月1日嘅估值釐定，而唔係今日實際樓價。換句話講，一間30幾年前估值較低，但今日已經升值幾倍嘅倫敦住宅，Council Tax 級別仍然可能遠低於目前市值應有水平。近期有團體建議取消 Council Tax 同印花稅，改為每年按照物業現值收取0.48%嘅物業稅，但唐寧街已否認政府正考慮呢項方案。Burnham 亦強調，政府仍然要遵守2024年大選政綱，所以目前未有宣布取消 Council Tax， 亦未有公布全國重新估價時間表。對市民嚟講，今次表態最值得關注嘅係 Council Tax 改革已經正式進入政府議程，但日後有人可能減稅，亦可能有高價物業家庭需要交更多。火車司機冇廁所用，工會警告全國罷工。英國鐵路可能再次出現工業行動，而今次爭議唔係人工，竟然係火車司機，連最基本嘅去廁所時間同設施都未必有保障。根據 ITV 新聞同衛報報道，火車司機工會艾斯列夫警告，如果鐵路公司同 Network Rail 繼續拖延改善洗手間設施，工會唔排除採取工業行動。工會表示，部分司機駕駛期間找唔到可以使用正常運作同保持清潔嘅廁所，有人被逼喺膠樽小便，甚至要喺駕駛室內解決。亦有司機為咗避免中途去廁所，刻意減少飲水。工會警告可能增加脫水、膀胱問題、深層靜脈血栓以及其他嚴重健康風險。工會提出，司機連續工作唔應該超過4個鐘，都冇機會使用認可廁所設施。鐵路營運商1年前已經承諾改善，而鐵路監管機構亦推動業界簽署福利設施約章，要求提供清潔、容易使用嘅廁所。但工會批評20個月以來實際改善仍然太慢。目前工會仍然未公布正式罷工日期，但已經向全國鐵路業界發出警告，再冇實際行動就會有後果。英格蘭教育大改革，14歲可揀技術路線。英格蘭教育制度即將大改革，學生由14歲開始，除咗傳統學術路線，仲可以提早接觸工程、建築、數碼科技同人工智能等技術教育。根據英國政府同路透社報道，首相 Burnham 宣布，由中學10年級開始，學生可以繼續修讀英文、數學同科學等核心科目，同時加入技術課程、工作體驗、僱主項目以及實際職場訓練。課程唔會全國劃一，而係由地方市長、學校、學院同企業合作，按照當區就業需要設計。例如，工業區可以集中先進製造同工程，其他地區就可能提供人工智能、潔淨能源、生命科學、建築、醫療護理或者創意產業。政府表示，目標係由2028年9月開始逐步推出。教育標準局日後評核學校時，亦會考慮技術教育質素，以及學校有冇真正協助學生準備就業。今次改革背後係英國目前有超過100萬名16至24歲年輕人冇接受教育、冇工作，亦冇參加培訓，當中18至24歲比例達15.8%，係荷蘭3倍以上。政府強調，呢項計劃唔係14歲強制分流，亦唔係取消大學路線，
而係希望技術教育同傳統學術課程得到同等重視，俾學生多一條通往專業工作嘅選擇。第四波熱浪殺到35度，乾旱加劇，山火一觸即發。英國今年第四波熱浪可能正式殺到，東南部最高氣溫或升至35度，持續乾燥天氣更加令山火風險急升。根據英國氣象局同衛報報道，星期二開始，英格蘭、威爾斯同蘇格蘭東部氣溫會逐步上升。到星期三，東南英格蘭部分地區可能錄得35度，成為今輪高溫最高峰。星期四，大部分地區會開始稍為降溫，但東南部仍可能接近29度，部分地方有機會連續多日達到官方熱浪標準。今次高溫雖然預計比較短暫，但乾旱情況令人擔心。英國氣象局數據顯示，由6月1日至7月26日，全英只有111.7毫米雨量，當中7月首26日更加只有21.3毫米。部分英格蘭南部地區7月降雨量更只有正常水平大約1%，草地、樹木同泥土已經非常乾燥。英國衛生安全局已經向倫敦、英格蘭東南部同東部發出琥珀色高溫健康警報，長者、幼童以及有心臟或呼吸系統疾病人士風險尤其高。消防部門亦提醒市民，郊外唔好使用即棄燒烤爐，煙頭一定要完全熄滅，因為喺極乾燥環境之下，只要一點火花就可能引發大型山火。物價真係殺停，電器日用品恐再加價。英國店鋪價格升幅終於明顯放慢，但大家先唔好以為生活成本危機已經完全結束，因為電器、健康用品同能源成本仍然有再加價壓力。根據路透社引述英國零售商協會最新店鋪價格指數，2026年7月，英國店鋪平均價格按年上升0.9%，係自2025年12月以來最低升幅，亦低過6月嘅1.2%。單計一個月，店鋪價格更加下跌0.1%。食品價格通脹由2.4%放慢至2.2%，係2025年2月以來最低。非食品價格升幅亦由0.6%大幅降至0.2%。今次升幅放慢，主要因為超市同零售商推出大量夏季減價，加上男子足球世界盃帶動啤酒、零食、服裝同鞋類促銷，商戶之間減價，競爭更加激烈。不過，電器、健康同美容產品仍然加價，原因包括半導體同生產成本上升。而英國整體消費物價通脹6月雖然降至2.6%，但英倫銀行預測受到能源成本影響，今年稍後可能重新升至超過3.25%。所以對家庭嚟講，今次只代表加價速度放慢，唔代表貨品已經變平，日常開支壓力仍然未真正消失。今日嘅英國生活快報就到呢度，想每日快速掌握英國最新消息，記得 like、訂閱同開啟通知。我係 Chloe，聽日再見。